校讲客语，咪咪笑讲客话。大家好，我是徐薇，欢迎收看微笑讲客语。咪咪笑讲客话。今天我可不是要来教英文呢，我要来教的是客家话。你知道哦，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，有许多单位部门的职称哦。那用怎么样客家话来称呼比较得体，又不会产生误会呢？首先要先弄清楚它的职位，客家话怎么说。首先我们要说一个公司啊，最大就是老板，老板说什么都算。老板客家话怎么说呢？叫做頭家。頭家，那个頭就是头，家就是家，所以其实跟闽南语说的頭家其实是一样的两个字。假使听到呢有客家朋友说呀嘿乃頭家，他有可能说的是这是我的老板，但是要小心哦，也可能他说的是这是我的丈夫，这是我的老公，所以千万不要搞错老板跟丈夫的关系，否则就成了大八卦了。所以呀嘿乃頭家，注意了，它的前后文呢，你可以判断它的意思。另外呢，我要讲一个先生这两个字。先生这两个字呢，在客家话的发音是先生，先生。所以呢，你听到有人说呀嘿乃先生，有可能是一，这是我老公，这是我先生，这是我丈夫。二，也可能说这是我的医生，医生也可以这么说。当然了，第三，那就是这是我的老师。所以像我徐薇咯，我是很多人的先生，我是他的老师，所以一般都会尊称这一类的专业阶层的人呢为先生，这样了解了。另外讲到同事的时候呢，我们在讲同一家公司呢，共下一条路的工作伙伴。共下就是共下，就是一起在这边当下一起的，叫做共下，就是 together 一起的意思。那么 set 头路 set 就是吃，投入这个大家知道，所以 set 头路呢就是工作的意思。共下 set 头路就是一起来工作的伙伴，好朋友就是好朋友。我是徐薇，今天的咪咪笑讲客话就先学到这喽，别忘了每天要准时收看哦，拜拜。行政院客家委员会策划。